嘉义市甲合作木刀，才有超过6000间用茶器的厝。若市府的文化局最近是招民间团体来办课程，让学生囡仔透过观察兼家己动手做，来掌握在地文化，建立社区美感。老师带着学生囡仔透过观察的方式来看茶厝的结构甲工艺。嘉义市文化局头摆针对学生囡仔举办具学历行读的活动，希望借这个机会，让囡仔来认识家己木刀的文化。咱第一摆尝试性来找这个小朋友来参加咱的活动，好，伊对这个老屋有一个初步的概念。对于未来对老屋保存的观念，会当来为这个基础来建立起来。这个旧屋力就是有关认识一些木的建筑，那我也希望他借由这些活动，能够去对嘉义的木建筑能够有更多的认识。这摆活动伫嘉义旧家边的宿舍群，课程包括小概茶厝的建筑工艺，各规划手作的内容，来核实建筑的结构甲空间，让囡仔甲对茶厝的观察，透过作品来呈现。在中间走读完之后，再过回来做后面的实际创作，也是说除了简报的引导之外，实际的参与的关于他们算是比较偏身体感受的记忆，也可以把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经验融在作品之中。希望他借由就是手接触，然后感受，然后自己的想法，能够有他自己的一套，就他们自己新生代的一个模式出来。嘉义市文化局表示，嘉义市内有超过6000间的茶厝，这是木刀文化基础甲发展的目标。希望透过这届活动，让囡仔唔但认捌老茶厝，嘛对老茶厝有更较侪想象甲关注，继续来传承木刀的文化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